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文通信读册会第10回。我是鸟豆，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甲阿明。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，这个读册会的目的，要推刷大家讲台语、写台文，问大家讲家己的母语。前9回读册会的内容已经整理好啊。暗公照真辛苦去了这个读册会的网站，阁有阿明小甲的录音制作，为着要更较好催刷台语甲台文通信这本册，甲前9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，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仔收听，搁伫读册会网站，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。网站的网链搭伫空间顶面，请大家去网站看卖。阁有读册心得的发表，若是有人感觉读台文通信30档纪念日刊，有啥物感想，会使甲你的读册心得写出来，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顶悬。读册心得，请大家用台文、罗马字也是汉字拢会使。这礼拜竞选的文章是第一篇《反对甲认同》，作者是高台公先拜。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日刊394页，线顶22期14页。第2篇台文通信3周年感言，土狗仔精神，从美子纪念基金会发表的。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日刊316页，线顶33期第1页。无册的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这篇文章的网链，望大家做伙来读册。想要读的人请页麦，感谢大家。咱有2篇文章，一篇白话字，一篇汉乐。安尼，咱先读汉乐。汉乐是台文通信3周年感言，土狗仔精神。这篇文章其实无介长，伊有17趴，10趴拢无讲足长。所以你若要读1趴、2趴、3趴拢会使。会当家己选择。头前开始，啥物先读？还是我要先来？还是阿明要先来？我先来读好啊。好，感谢阿明。伫台文通信的读者欢喜地庆祝台文通信3周年的时，中华民国的政治界底流行悲哀，那执政党的老大在悲哀。连在野的民党嘛大声细声发悲哀，一时报纸、电视同齐，全国顶的社会世界拢真悲哀，大细细拢亲像一群高山仔在 follow the leader。所谓中国文化伫台湾的浮沉，无比这项搁较清楚。即阵的国民党若是有心要勇敢反悔认罪，是民主精神，开创台湾民族的坚定，根本无啥物通悲哀。问题在伫国民党外来政权统治台湾半世纪，为戒严令统治到国安法，坐咧食倒咧放，所有的权势、财富、名声、地位，拢是因的。今仔日可能感觉歹势，所以开始悲哀起来，满遍世间。我先读到这，以上。好，感谢阿明。大家敢有听到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？还是你有无同款的讲法？我想要请教一下吼，第1趴，迄全国上下，拄则阿明是读顶下嘛，对无？若我是要读上下，敢会使？我嘛是读上下呢。敢有人阁有无同款的读法？应该是爱读顶下啊，全国顶下，规家伙啊，大细细顶下。感谢。下面敢有咧讲话？大平安，我是感觉这顶下怪怪，这应该是华语讲法。所以是上下嘛。我感觉讲全国就好啊。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？
迄个第二拍头啊，迄个接正爱是合喙音哦。哦。接正。好，感谢梁志。敢阁有？若无咱就继续读哦。第三拍。我来读。好，感谢安公姐。知影党在讲悲哀，本来是可以同情，但是最近人嘛发现，因在讲悲哀，嘛有影真正悲哀。伫党外的时代，台湾人是目屎流、目屎滴、流汗、出力出钱，将台湾人出头天的所有的期待，拢寄托伫因的身上。无想到，不过是4-5年的光阴。知影党的英雄人物，有的去甲北京得通，有的甲国民党得通，有的要早一日甲国民党组联合政权，有的前要做省长，有的是伫喊若互伊做总统，台湾人就出头天。古早伫党外的时代，讲话是轻声细细，头壳是等伫涂骹。即马做啥物委员、代表，也是啥物长，讲话就全方，气势拢对喙角流出来。一切目标伫竞选，最高志向伫连任，最后伫继续为台湾受苦牺牲的人，永远是遐会为人光叫、献心献血的下层阶级的劳苦大众。莫怪民进党的干部，人人拢应该悲哀起来才对。加在伫咱台湾国的内面，除了有一个中国社会甲中国文化以外，也有一个属伫全体台湾人的台湾社会甲台湾文化。即面的社会无得悲哀，完全毋知影悲哀，完全甲中国社会、中国文化无共款，叫做台湾的土狗仔社会甲土狗仔文化。以上。好，感谢安公姐。这两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？迄个有是联合政权，迄个权就是无起音迄个权吼。过来即拍的即两三是第4纸，无想到，即感觉怪怪的。毋知大家使讨论一下。我是感觉想袂到。想袂到。无想到，毋知大家讨论一下。无想到，无想到，想袂到。迄敢若是华语的，没想到。迄边请讲。补充一个，迄个管甲款即两个音拢会使。感谢迄边。拄则梁志讲诶，大家感觉有无共款诶读法？敢有？好，敢有意思要讨论？无哈，安尼算吧。第5拍。第5拍我来好啊。我是第5拍、第6拍做伙读，还是？好，安尼我直接读就了啊。感谢小公。日本东京有一个车头叫澀谷。澀谷车头前徛一身日本土狗仔的铜像，名叫做哈七口。原来哈七口是秋田县生的土狗仔。秋田犬一世人对主人伫澀谷的厝内。早起主人坐7点的火车去上班，伊一定对主人去到车头的售票口，看主人上车后，伊才一个人返去厝。每日下晡5点半，哈七口一定先去火车头的出口，等主人坐共班火车转来。10几年来，无论是透风抑是落雨，哈七口每一日甲主人的课程就是安尼，绝无改变。有一日，忽然间，一位伫大学做教授的主人
煞着重病过身。虽然是安尼，即只树顶的土狗仔，每一日若是日头要落山，差不多是5、6點的時，伊一定照時行去車頭的出口收票的所在，目睭緊緊看每一個人客落車出站，一直到月台頂無半個人的時，伊才會轉去。無論是風颱落雨，無論是大風大雪，哈吉克一定照常去到澀谷野的火車頭前，在等迄位伊心內真熟悉、心內真意愛的主人轉來。以上。感謝小嘉。小嘉讀的這兩趴，敢有人啥物意思要討論？我有看到兩個啊，一世人大主人，大主人，下骹迄個才大，第四轉迄個才大，頂懸第三轉迄個是大，過來，有一日後一趴，有一日忽然這位佇大學做教授的主人煞着重病，我就抓着這兩個，其他的攏足讚的。好，感謝兩字。感覺有無吼？好，安尼讓我一拍。換我好啊。好了，好啦，感謝兩字。好，安尼經過3個年頭，火車站的員工甲上下班的旅客，逐日若是看到哈吉科來時，頭殼就甲伊懵一下。知影伊雖然是每日來得等，伊的主人嘛永遠袂閣轉來，大家攏對伊有真大的同情甲疼痛。哈吉科已經年老，有一日的黃昏，伊倒佇火車頭收票口的茶籃的邊仔，心內還在懷念伊所意愛的形影的時，甲這個世間永別哈吉科過身，叫啥？澀谷野火車頭的員工甲旅客，大家捐錢，佇火車頭出口的角仔的所在，就是伊這幾年逐日徛佇遐在等主人的所在，起一座哈吉科的紀念像。一隻黃厚的細隻土狗仔，一直甲今仔日東京的青年男女愛人仔，若要約會，攏會約佇哈吉科的東上卡見面。好，以上。感謝兩字。兩字讀的這兩趴，敢有啥物事要提出來討論？敢有？大家敢有聽到？迄個茶籃的邊仔，甲這敢若較安尼看吼。你若像講迄個咱咧畫表格，迄個是爛位嘛？這毋知是要念茶爛還是茶籃？我查字典是爛嘛有這個音。感謝。感覺有意思要討論？無吼。大家攏愈來愈敖讀啊！好，後一趴第9趴開始，我來讀。真濟海內外的台灣人，若想到故鄉，攏會想到細漢的時，甲土狗仔做伙大漢的日子。咱台灣土狗仔一隻，嘛是安尼，黃厚，毋正厚，身軀金骨，無啥飄撇的水毛。毋捌食牛肉罐頭，毋捌煮預防射，毋捌吹冷氣，毋捌互人抱，嘛毋捌互人牽佇街仔路散步等風神。有時若較歹運，會去互中國兵仔掠去控狗肉，練狗鞭。伊逐日佇莊頭莊尾做巡查，巡頭看尾，顧頭顧尾。有時佇路裡，人若看伊袂佮意，會用骹甲踢一下。
土狗仔无缘无故去互人踢着的时，目睭紧紧甲迄个人吟一下，甲因一声，尾仔翕咧会弯仔肥，弯仔倒退愈，弯仔倒退，搁弯仔肥。庄内内底行老日的时，土狗仔第一样风神，伊会对庄头行到庄尾，搁对庄尾行到庄头，搁会伫大庙口巡来巡去，搁会教囡仔行小路，无用刺插，亲像伊就是行老日的主人。以上，感谢。我敢有倒位读毋对？第9趴，我敢若听到一个字吼，就是迄个捌，你读捌，我毋知影这是毋是你，嘿，捌，对，嘿，捌，捌哦，感谢小家，捌。有一个所在，阿明讲，一个所在迄个，佫会教囡仔走小肉。嘿。这我是读走小肉。哦，走小肉，所以我是读啥？我袂记安尼。你读行小肉。哦，行小肉哦，歹势。你是无辜的啊，你是叫汉字害着。有当时啊，就是安尼，看到汉字就会安尼。佫有一个足好笑的，就是土狗仔无缘无故去互人，迄个是汉字嘛，足好笑。咱迄个踢是用骹踢着无？啊，伊是用啥物？用踢仔去用踢着。迄个嘛足好笑的。这两个汉字，毋过台话伊嘛是踢。迄个踢敢若是照音儿款吼。就是这两个汉字，我去查台话伊是有踢着。无我看到这两个字，我嘛是有讲一个安尼。啊，佫有一个迄个变调的问题吼，有一个像迄个教，你是读教嘛吼？啊，我会读教。第一只教我会变调，教，嘿对。啊，佫来，嘿，啊佫来后一拍对无？庄头庄尾。你讲庄头庄尾，若我会迄个头我嘛会变调，我会讲庄头庄尾。啊，佫来，嘿，啊佫来下骹迄撮土狗仔无缘无故，啊，你是读无缘无故，啊，我迄个缘我嘛会变调。嘿，啊佫来下骹迄个原肥原倒退。啊，即我嘛会变调，我会讲原肥原倒退愈安尼，原倒退愈安尼，以上。好，感谢两字，感觉有好，感谢大家。安尼第12趴开始，敢有人要来读？德如，好，感谢德如。好，我来为人若有丧事这边开讲。人若有丧事，伊会对伫棺材后面，逐个咧咧，一直对到墓地。心内若准对性命归途的运命真有了解。等到人葬式煞了后，家己才行转来庙仔口，找看有啥物通指要，然后去土地公庙边仔倒咧困。台湾土狗无人饲，无人顾，但是伫非常坎坷困难的环境中，一代一代一直传落去。天公上帝得饲，区民中牧师捌讲，咱台湾的民间宗教有400年，400年来因甲台湾的土地同生死。阮想台湾的土狗活伫台湾的土地，可能不止400年，可能是40000年，可能搁较久。真久以前以来，因就是天公生伫美丽岛的主人。真久以来，因就用主人的心来款待照顾台湾的土地。真久以来，台湾的土狗就已经凭真济活伫台湾的土地，食台湾米大汉，但是心内无台湾的人类，
坚甲忠实、可靠、可靠、勇敢。好，先大家这。感谢第二塔的这两趴，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？第13趴甲台湾的土地。我会读共生史，只是一种无共款的读法，互大家参考。好，那无咱继续哦。来14趴，敢有人要刷落去读？好，安尼我来试看觅，毋过我有小可刷屏。哦，好无要紧。伫台湾有诶无诶。哦，伫台湾有诶无诶神明侪，有诶无诶理论嘛真侪，但是阮想台文通讯一直担任发行诶聪美基金会，有时认为土狗仔诶精神上实在。土狗仔诶精神诶意思就是欢迎做伙做兄弟，故乡人情真有味，心诚一致听情理，捍卫独立出头天。土狗仔诶精神，相信伫即个世间犹有台湾文化所发出的诚实，我袂晓念，忠心纯正的价值。相信咱的乡土虽然受到外来政权的压制、凌辱、欺负，真正徛伫台湾的土地地做主人的是广早我袂晓念的劳苦大众。这个劳苦大众的精神，就是台湾的土狗的精神。好，我先念我遮以上。好，感谢莫妮卡。多谢大家。莫妮卡读的这两趴，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？伊有几个字袂晓读，敢有人会使来甲咱解答一下？迄个头拄莫妮卡讲，迄个诚实伊袂晓讲，迄字我会读诚实，搁第二个是迄个讲台。好，感谢阿明。莫妮卡读的这两趴，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？迄个诚实，我会读第8条。过来就是迄个台文通信死因信，过来加卡故乡人情，个心神一致倒一致，土狗精神相信伫即世间也有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感谢梁志。感觉有。歹势，因为我拄则无听到阿明讲的，所以我毋知影伊敢有讲着，就是迄是压制，我毋知影拄则敢有讲，搁有都靠大众。好，感谢英雄。你讲的拄则拢无人讲着，感谢英雄。感谢英雄，搁有相信咱的，我是读乡土，毋过这是无共款的读法，互大家参考一下尔。搁有上尾两趴，英雄，你敢有要来甲咱读一下？好，我著甲读煞。台湾的土狗仔虽然有苦难，但是无悲哀，因为土狗仔是永远勇敢向前行的族队。台湾的土狗虽然会老，
但是袂死。因若死，莫会亲像学七个活伫千万来来往往的台湾心的内面。台湾通信这3年来，无政府机关、无大财团的支持，今仔日咱已经伫替伊做3岁生日。这份业伊的台语杂志，若亲像是一只纯净的土狗仔，无人疼，无人请，也无受人看重。但是伊甲有一滴仔水，就会活落去的台湾汉字共款，要活伫台湾的土地顶面，要活伫千万为台湾死、为台湾生的台湾魂内面。感谢阿杨。阿杨读的这2篇，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？无吼，安尼就是阿杨读了真好。安尼这篇文章，土狗仔精神，台湾通信3周年感言土狗仔精神，从美智纪念基金会这篇文章，大家读了敢有啥物感想？读了有啥物感受？梁志请讲。梁志，我毋是有看到你举手。卡拄仔无开麦嘿。这篇是崇美智纪念基金会吼，毋知大家对这个崇美智纪念基金会伊安怎来？敢有大家敢有了解？我想要了解一下。你敢会使甲阮小解一下？我就是毋知，想要甲大家请教。大家敢有人知影？下笔请讲。我简单补充啦，就是会使去崇美智纪念基金会的网站看，伊有较详细的，就是历史的小解啦。伊即个单位就是尾就是算做台湾通信前，我印象是前50期的款式，用即个创办人就是迄个陈荣光先生，也是讲伊有一个叫做台语 Writing Forum， 就是台语写作会算做一个单位啦。不过伊迄毋是正式的单位就对啦，伊是迄个做发行单位，尾也是变做崇美智纪念基金会来负责发行的工作，一直到就是第几期我袂记啊，反正就是北美发行的时期结束了，这就是煞接倒转来，就是台湾理工科才负责发行。发行的时间到200几期了，就是北美的编辑，就是编辑团队，就是迄个托伦多迄个编辑团队结束了，才个交互迄个就是台湾才处理。就是尾嘛是理工科基金会遐处理，怎甲文博甲做伙，差不多是安尼啦。因为就是因负责差不多要到一半的时间，就是伫北美发行遮的代志啦。毋过我知影迄当阵发行的时阵是，伊应该是干那负责北美这边，就是讲因迄当阵是分开印，就是因为你要搁伫北美遐印，搁寄转去台湾，迄钱伤上重啊啦。因为纸其实要印做重诶，所以迄当阵我印象听因讲是，台湾这边就是有摕到档案的，台湾这边家己去印，所以应该主要嘛是应该是负责北美遐发行工课，毋过就是发行工课毋是干那讲印刷啦，就是包括讲其他的工课的费用嘛是应该拢加减有报挂啦。当然是毋是完全拢是因出来的，我就无讲就清楚的，会使去看一寡相关的捐款的资料，就是台湾通信伊若有的所在也甲迄个啥物人有，就是斗捐款的一寡金额的记录。这简单补充啦，就是这是主要是这个
创美节纪念基金会甲台湾通信这刊物的关系。感谢下笔。敢有人要补充？我毋是真了解，毋过若是有趣味的人，伫迪卡内底303页，有一个发行人的话，斗阵来推广台湾通信。伊遐有一寡历史，就是崇美节纪念基金会的历史。好，感谢因。崇美节纪念基金会 ，Google 嘛找有。你若去 Google 内底资料，你会找到伊内底有台湾通信，嘛伊敢若嘛有发行台湾青年，伊有发行台湾青年，有足侪期线顶的文章会当看。大家若有趣味会当Google 去内底看一下。伊发表伫台湾通信的文章伫网络 Google 内底嘛会当看会到。对如请讲。我想要问讲，迄个就是这篇文章前头咧写讲，大家拢咧悲哀。我看这3周年的时阵，应该差不多是1994年的时阵。毋过迄当时是咧讨论啥物咧悲哀，我无啥了解，敢有人会记得迄当时发生的代志？请教大家。敢有人知影？大家若有人查到，再来甲大家分享。我若有查到，我嘛是再来甲大家分享。感觉有这篇文章内底有一只，伊讲伫日本有一只叫哈吉国的狗。大家敢有看过这出伊拍的电影？伊讲的这只伫车头的这个日本的土狗伊其实有2出电影，一出是日本翕的，一出是美国翕的。拢是讲共一只狗，敢有人有看过？有啊，去澀谷的时阵拢会经过迄边。你是看过东上是无？就是东上迄就是去游览的时阵，拢去甲翕相者。你敢有看过伊翕就是伊出口的电影？哈吉口？毋捌呢。毋捌咯。敢有人看过？我敢若捌看过，足久啊。你是看？你是看日本版的还是看美国版的？印象中敢若拢捌呢。但是即马已经迄拢已经印象敢若捌看过嘛。伫即个较拄咱伫读即个过程当中小可去回想着。对日本版的印象较深啦。对。我嘛是2出拢有看过。安尼我补充一出就是伊原版伊伫日本是1987年翕的电影。这是真实的事件。哈吉口伊是1923年出世，1935年过身，所以伊就是迄个大学的教授甲伊饲4年了后，伊就当兵，伊就过身啦。哈吉口伊伫车头，就等伊陪同，伊才过身安尼。其实看了迄出电影是真感动啦，大家若有趣味当去看卖。毋过迄出电影较久，2009年美国理查吉尔伊嘛有翕即出电影安尼。大家若有趣味当去看卖。以上补充。公才有举手，可能有啥物要补充呢？歹势我无看到公才请讲。我有查到，当德鲁咧问的讲，1994年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就是第一道的台湾举行省长，台湾省的省长选举，所以当安读的迄篇土狗精神，较会讲到换做省长，有人争要做省长，所以有可能迄当阵选举可能有
伫想要做，所以较会有一篇文章啦。我咧想可能是安尼，因为迄当阵迄当个毋但选省长，阁有选台北市和高雄市的市长。我想到就是阿扁啊，迄年对无？阿扁啊，对，阿扁也做台北市长，高雄是吴敦义，迄个省长就是宋楚瑜啊。哦。可能因为是安尼，较会有即篇文章啦。我咧摇是安尼啦。以上。感谢阮公姐的补充。好，安尼，第二篇白话字的文章，这篇文章其实无介长，伊算是有6趴啦，毋过伊第6趴敢若一纸尔。敢有啥要报名？我来。用一要读哦。好。反对是建立自我认同的起点。咱人成长的过程中，有2个反抗期。第一个是伫3岁左右，第二个是伫青春期。经过反抗期了后，咱人的个性就慢慢定型，接受家己的优点甲弱点，产生自信心，也学会晓尊重别人，袂搁再为反对来反对，甚至是反抗，是咱人建立自我认同真重要的成长的过程。以上。感谢梁志读的，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？好，再来。好，安尼第2趴，无我来读好。群体自我认同形成的过程，应该嘛是甲人成长的过程同款。台湾意识是毋是已经行过反抗期的阶段？若按最近台湾政治生态的转型来看，台湾意识介成已经行过反抗期的阶段。但是若按自称有台湾意识的台湾人作家，大部分较单，也无觉醒，毋肯用，甚至反对别人用母语写作的现象来看，台湾意识的反抗期介成也未开始，也阁是停留伫前年的阶段。以上，感谢。我讲有倒位的变调听毋到，还是有啥物事听毋到啊？梁志，你有听到无？有一个第一趴，若有人硬要抓，就是第一趴的有一个应该，嘿，第一个应爱变调，我敢若看到这个，嘿，搁有一个吼，要问一下夏美老师的，伊也有一个教单对无？你也像讲咱普通时在讲话时，我会讲，甲单你才知。我会讲甲单，有一个缩音的感觉。迄个写是写教单。两个拢是教甲教意思有相共。嘿。就是教有教的意思啦。嘿。所以会使你要写甲单，就是教就是第4条，教单就是第3条教。所以这2个若要写作的时阵，教单甲甲单拢会使啦吼。是。好，感谢。感谢梁志，感谢夏美。安尼第4趴，敢有人要来读？歹势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好，请问。就是第2趴，上头前，我想要问大家，就是你会读群体自我认同，还是群体自我认同？
是毋是我无变调啊？嘿，拄则听诶时阵，伊是讲群体，毋过我毋知影大家是会读群体自我认同，还是群体自我认同？是毋是爱变调啊？应该爱变。我嘛无确定，所以我咧问大家。大家安怎读啊？看觅，海边请讲。若是一般，就是讲话足顺，若是讲对即个事诶掌握较悬诶时阵，咱一般是规个拢会变调，就是你会甲这规个当做一个完整诶事组就对了。毋过咱咧讲话时阵，话时阵较长，就是咱嘛会家己拆开，拆开就是讲可能你感觉安尼读起来较顺，当然就是拄则讲诶意思拄好倒边，就是因为你对即个事可能将无讲啊足顺啊，所以你就会感觉。我分开讲会较顺，较袂遐客啦。所以就是无，这其实你若讲音，就是你数规个数音在都长诶。其实咱无一定讲爱安怎读才是绝对对诶，就是其实拢会使啦。就是主要对你看你安怎讲了较顺。所以有诶人，比如讲可能伊讲话诶节奏 tempo 较慢，其实伊就会。长诶所在就较济，就是尤其像即款，就是可能，原本是分开诶名词，伊佮斗做一个较长诶名词组诶时阵，就咱咧读就可能会较慢，也是讲较客，所以就有诶时阵就会甲分开。感谢黑笔，嘛感谢感觉有无安尼第四趴啥物来读？我来读。好，感谢。用台湾做主体诶。台湾新文化爱用台湾诶中国文化做特地诶自我反省甲陪伴，才会诞生同款道理。台文作家若无正面向用中国文化做主体诶中文作品挑战台文，永远无法度成做台湾文字系统诶主流。感谢阿明。阿明读诶，敢有啥物事要提出来讨论？量子拍波啊，敢有？无哈？安尼咱阿明读了袂歹，会真顺。第五趴甲第六趴做伙读，敢有人要来读？有一个较拄啊，好，有即个所在吼，因为我头一开始伫练习的时阵，即个所在我定毋对的，即拍的第二抓，就是迄个铁底，咱一般拢会讲铁底嘛吼，我大概要用铁底拢拍袂出来，所以 IAT 铁底。系啊，咱会怎啊变班段音是迄个 I 会无去啊？像讲下通的下，烟斗的烟，拢爱有即个 I， 即个吼要甲大家讲一下，即个可能较客，对我来讲，而且交大家分享一下。感谢两子。上尾一趴，第五趴甲第六趴做伙读，敢有人要来读？比如，我来读好。来，反对台湾人作家的中文作品，毋是反对写中文作品的台湾人作家，嘛毋是为着要反对中文来反对。反对台湾人作家的中文作品，是为着要确立台湾人的自我认同来反对。失去母语的文化，敢抑阁有活命？无家己的语言？敢会有家己的文学？相信所有听台湾有度量的文学家，拢会当了解即种无奈、个人怨，但是阁是不得不反对的反对。旧的无去，新的未来。感谢德如无练习过对吧？无啊，就是现看现读安尼。真顺。好，德如读来一趴，大家敢有啥物事要讨论？
迄个不得不安怎？迄个，你敢会感觉花花？我差一点仔就读做国不中。我感觉这边就是爱讲国不中，伊讲不得不害我喙齿用拍甲。I don't go。无，安尼大家读这篇读了啊，大家对这篇敢有啥物看法？敢有啥物感想？我安尼问好，大家这篇读了，敢知影这篇白话字咧讲啥物？这篇吼，你这个题目安尼问吼，敢若真大。以我来讲，我对这篇文章的理解，我可能敢若我会摕这篇，以目前来讲吼，我的程度吼，我就是去看电视，在看白话字嘛，去在练伊的形，所以我感觉我无法度一心二用，系啊，你若像讲，我可能爱阁过一站啊，我才有法度去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我意思毋知读个有理解，因为我会甲 focus 伫捌字，会晓念安尼啊，可能即个方面吼，德如吼，伊可能看到字就有法度反射嘛。我捌甲问过，伊就是看，大概也是看迄个形，还是搁来看位，在念的时阵搁看位后壁遐去啊。即个部分吼，可能就是目前以我来讲，我就是也伫捌字的形啦，捌字的字伫练习。我要以德如做我的学习的目标，以上。感谢梁子。我嘛感觉德如白话字读了真紧，有当时还袂好看。我嘛参梁子共款，我可会真捌。其实我问这个问题，就是为我目前的程度来看，我对台语文的掌握其实是无够，所以我若是看白话字，我若念我就有起，我若念了，我觉可能我就无想伊的意思。若是要想，就是可能爱看几啊摆，才当了解伊内底意思。所以我感觉读白话字，若是事先你都有看过，有准备，可能就会较了解。若无，就是读白话字甲汉字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伫遮。你可能白话字读了就读了，汉字可能，伊其实嘛无讲真好读，因为有个音，一个音有几啊个字，毋过大概意思咱可能会当了解。白话字可能大家就较好读了，毋过可能就家己读了尔，毋知影伊的意思。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是要讲这点尔。以上补充。大家感觉有啥物意见，还是有啥物感想要分享的吧？无吼，真感谢大家。我来练习看卖，讲看卖我的心得好。就是讲伊这以早的时阵，就咧讲咧台文的文学无够成熟，无够大汉，搁无法度去甲中国文化去扯平。其实我感觉即马即个情形有慢慢在改善，就是讲咱写台文的人开始有即个意识，是讲其实你写中文的人，其实就是甲咱无共科学的人咯啦。你根本就毋免去要伊讲你中文科学内底是肯定，还是讲是反对台文的代志？其实迄已经无重要，重要是咱要做家己。我感觉即个气氛头有咧出来，虽然讲是真捌，可能因为我嘛是认捌台文嘛是这2-3档的代志，毋过我感觉即个气氛有头出来，咱渐渐无咧要伊中文界，因到底咧想啥物？伊是支持还是反对？其实这对台文来讲，台文已经是一个青年人了啦，已经行过青春期这个阶段，要有家己的意识，咱对代志的好歹有一套家己的标准，安尼这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嘛。
我有一点仔意见安尼。好，感谢比如的分享。我嘛感觉学台文，毋是学台语哦，就是我学台语是差不多好，应该还未一档，毋过就算一档好啊。强要一档，我学台语强要一档，学台文阁无够一档。毋过我感觉学台语甲学台文迄是两件代志。我感觉台文学了后，台湾意识会阁较强，应该讲对母语的意识会阁较强啊。我感觉这是无共款的，真欢喜。感谢大家，梁吉请讲。有一种行销的手段叫做鸟鼠仔会，大家毋知，就是迄个叫做以华语来讲叫做多层次传销嘛，一个摊两个摊四个，系啊，其实咱嘛会当用，甲咱身躯边的人吼，豆豆甲声，然后引起伊的兴趣。吼，以我今仔日介绍者迄个阿中有伊做例就好啊。伊吼，我头仔我就是拢用头仔用迄个汉乐嘛，落尾手我就拢甲用迄个罗马字，然后我拢会内底有一个迄个录音，我就拍一遍讲一遍，引起伊的兴趣安尼，定甲迄然后伊就有兴趣啊嘛。像即个物件愈读你会哪趣味啊？系啊，会当为咱家己做起，甲互去影响身躯边的人。系啊，互咱即个科学会愈来愈侪人安尼。嘿，以上。感谢梁姐。我嘛是安尼想，为家己做起。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读册会。咱读册会逐摆读的文章讨论的意思，有啥物想法，会使写你的感想，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。欢迎大家甲你的想法写出来，互大家来了解。请大家用台文来写心得，用罗马字也是汉字拢会使。咱即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你看到相关网站，有台湾小工甲倒数的台语车帮。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，会使哪看影片，哪学台语白话字。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日刊这本册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要买的网链。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，大家晚安，下礼拜一再会。大家再会。拜拜。拜拜。再会。拜拜。